大家好，我係杜文步，今日係2025年嘅5月14號啊。咁我哋之前有句玩笑説話咧，就係匯豐銀行開戶口咧，就你會俾人封戶口啦。咁啊，大家亦都喺 Google 嗰度睇到好多嘅關於匯豐銀行嘅戶口俾人封咗嘅新聞啊。咁啊，估唔到咧呢單嘢咧就將會發生喺我身上啦。嗱，我就一路都同大家分享好多 HSBC Expert 嗰個定期嘅資訊啊，咁啊亦都好受歡迎。首先喺呢度多謝大家先啊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收到電郵匯豐話會封閉我嘅戶口啊。咁啊，到底係咩回事咧？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啦。嗱，大家見到我嗰個電郵收到嘅時間咧，就係2025年嘅5月13號啊，即係星期二夜晚8點01分。咁就亦都係琴晚啦啊。咁啊，呢個電郵嘅主題咧，我就將佢翻譯成中文啦啊。咁啊，有關可能影響你帳戶 expire 嗰個資格標準嘅重要更新啊。咁佢嘅英文就係 important update about your expire eligibility criteria that may impact your account 啊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個郵件咧就係 HSBC Expert 發出嚟嘅，跟住咧我哋嗰個睇下佢個標題咧就係話 Our expert eligibility criteria has changed 啊，即係我哋嗰個資格標準咧已經更改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詳細睇一睇個郵件到底寫咩啦。尊敬嘅杜先生啊，繼去年嘅條款更新之後咧，我哋 Expert Premium 嘅資格標準同埋資金不足費用亦都發生咗變化。跟住咧嗰個新嘅標準咧就常見下文啦，將會於2025年8月11號對你生效啊。咁我哋未睇新標準之前咧，就想同大家講下咧，我除咗 YouTube 頻道之外咧，而家開除咗 Patreon 啦，分享我自己嘅投資經驗啊，希望同大家一齊攜手踏上財務自由之路。歡迎大家咧訂閱我嘅會員啊，咁啊免費會員唔需要錢，普通會員都係一杯咖啡嘅價錢啊，高級會員咧都係2杯咖啡嘅價錢，仲有獨家專享嘅收費文章。咁啊，最近咧，譬如話我就發表咗一篇股息率高達25厘嘅股票詳細分析，同埋未買或者已經持有嘅策略啊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Patreon 頻道。跟住我哋再睇埋呢個嘅新標準啊，2025年8月11號生效咧，到底係咩標準咧？好啦，咁佢嗰個新 Premium 嘅資格標準啊，就係話大家知道咧，以前咧 HSBC Expert 咧嗰個 balance 啊，即係最少我哋舊嘅客戶就係5萬磅啊嘛，咁大概港幣等值就係50萬港紙啦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唔理舊客戶或者新客戶啊，即係我哋啲舊客戶，即係睇到呢個新呢個電郵真係好唔開心啊！即係不論你而家係舊客戶都好啊，你喺 HSBC Expert 最少要 keep 到75,000磅或者等值嘅貨幣。75,000磅咧就係港紙大概係75萬啊78萬左右啦，因為而家英鎊升值咗啊嘛。咁就係個總餘額啊，即係包括你嘅戶期帳戶啊、儲蓄帳戶、定期存款或者投資啊。總之咧，你最少要保持到75,000英鎊啊，或者等值。咁或者咧，就係可以點樣做咧？如果你 keep 唔到75,000磅咧，你就要有呢個嘅12萬英鎊或者等值嘅貨幣嗰個年薪啊，要經翻 HSBC Expert 戶口出啊。即係你譬如話你叫你嘅公司啊，即係將筆錢咧就係經過 HSBC 戶口出嚟，或者咧就係你每月嗰個等值啊，即係 monthly credit 咧，亦都要去到1萬。即係如果我哋除開12個月，即係1萬英鎊咧，每個月你都要經 HSBC 即係戶口咧，就係有呢筆錢顯示喺度啊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你做唔到，就會點樣咧？嗱，即係對於我哋客戶嚟講，即係我哋要採取啲咩措施啦？咁佢呢度有講啦，如果你目前係符合到新嘅資格標準啊，即係有75,000英鎊喺你戶口啦，咁就唔需要做任何嘢嘅啊，咁啊只需要保持你繼續遵守呢個標準就可以啦。咁如果
你將來低於呢個標準咧，呢個會導致收取資金不足嘅費用，最終你嘅賬戶可能會被關閉。嗱，大家最緊要睇呢句説話啊！最終你嘅賬戶可能會被關閉喎啊！咁我哋睇翻佢嘅英文咧，就係 Ultimately your account could be closed 啊！呢句説話好緊要嘅啊！咁啊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啦。好啦，咁如果你目前係不符合呢個新嘅標準啊，即係好似我而家咧就係喺 HSBC Expert 咧，只係有5萬磅嘅等值啊嘛，即係大家都知道我成日分享定期資訊啊，我做定期嘅。咁你就有90日啊，滿足最少上面嘅一項條件。咁啊咩條件咧？咁我哋頭先講咗啦，一係你就最少保持75,000磅啊。咁啊一係咧你就有年薪12萬英鎊係經 HSBC Expert account 即係出糧嘅。好啦，咁啊呢度咧，如果你達唔到咧，就會點樣咧？如果你未能喺90日內執行此個要求咧，你就會支付資金不足所產生嘅費用啊，最終你嘅賬戶可能亦都會被關閉啊。咁啊，佢收幾錢咧？大家見到啊，如果你唔符合上述兩個標準之一，咁我哋嘅資金不足嘅費用咧，將會係每個月50英鎊或者等值嘅貨幣嘅費用啊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50英鎊唔係少嘅話，係每個月收取啊。如果你唔夠75,000鎊咧，佢 HSBC Expert 可以喺你嘅戶口度扣每個月50英鎊，咁即係大概咧就係港幣就係500蚊港紙左右啊。咁啊，而家英鎊嘅匯水仲繼續高緊啊嘛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哋再睇翻喺 HSBC Expert 嗰個定期嗰個利率咧，係咪真係吸引你繼續保有呢個 HSBC Expert 嘅戶口咧？咁啊，大家見到啊，如果係美金嚟講咧，咁佢就係最少存款5000蚊等值啊，即係5000磅等值嘅美金啦。咁但係而家75,000蚊啊嘛。咁啊，75,000蚊咧，你嘅6個月咧，你係只可以有3.5厘啊。咁啊，1年期咧先至得個3.34厘。咁如果6個月咧3.5厘，其實同香港嗰個銀行差唔多啊。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喎，我移民咗嚟英國，我一定要 keep 住個HSBC Expert 個戶口啊。咁我哋又睇下英鎊嗰個利息啦。咁英鎊同美金其實差唔多啊，咁啊就係6個月咧就係3.5厘啦，1年期咧就係3.34厘啊，跟住咧就係如果係3年期咧先至得個3.28厘。喂，如果咁少嘅利息，我點解仲要 keep 住呢個 HSBC Expert 嗰個戶口咧？啊，仲要係75,000磅啊，即係呢個其實錢唔少噶嘛，同埋佢個最緊要佢個利息唔係多啊嘛，同埋佢嘅投資其他嘅嗰個用途比較少啲啊，咁我就會喺我嘅 Patreon 嗰度咧，我就會分享我自己會點樣做，亦都歡迎大家留言啊。好啦，最後做翻個免責聲明啊，呢個資訊咧只係教育娛樂用途，不構成任何嘅建議啊。咁啊，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將會點樣做啦。好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